跟樹樹講再見，離開貴州黃果樹，前往廣西桂林陽朔，一路走高速，空山隧道啊，一路暢通，車流量少。離開區間七出，建議提前走最右側車道。廣西的山比較特別。交收費站支持 ETC。6個半小時車程，終於到達桂林陽朔。今天住民宿，公共空間，出去行街，到處都是啤酒魚。西街步行街幾寫意，就試試這間。小寶寶肚餓了，等緊食。食飽飯散步，離開桂林陽朔，返回中山，跟廣西的山講再見。走右側車道，保持主路直行。6小時車程，安全回家。